中科院进前甲防疫公司买的这飞弹的原料呢是来自中国，也毋过产地所改做是越南。即马哪位王宏伟佮讲呢，这防疫公司负责人今年6月互人起诉，也毋过10月时，这间公司要是摕到空军680万的标案，所以这个国防部无落实管制。也那专家是认为讲，这中科院甲国防采购室之间这沟通的管道有可能是出现问题啊。IDF 战机挂载各自万检弹训练，为强发展着中科院挂工各种国产飞弹。毋过伫2021年，防疫公司提供作为飞弹所用的推进固态燃料过滤酸铵，说是中国来佫涉嫌透过生产地将做越南制。公司负责人今年6月被起诉，毋过国务总理会王宏伟指出，防疫公司10月依然得标空军标函。竟然在今年的10月的国防部公告绝标。这家丰益公司竟然继续得标空军司令部的680万的标案，在任何的采购上被列为黑名单的厂商，那又透过采购能够来得标，那国防部应当会做出一个正面的说明。王宏伟批评去年军方承诺，中科院会提供乌名单落实招标管制，毋过经过政府采购帮干那114年，圣诞负责人用防疫、九鱼、永冠等3间公司的名义，承揽国防部30件标函，金额9100多万。这期国防部无落实招标管制，专家认为可能是中科院甲国防采购室的联络管道出问题。那我想还没有正式公告，应该还是在判决这个中间的问题，它毕竟还没有定线，是吧？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实际上的处置。周武平推测，因为案件还未到判决的阶段，军方则无对厂商有进一步的处理。不过，也呼吁军方伫采购顶悬爱更加细致行刑。甲这个进前，国防部也无相关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